为何？一切不为外力所影响，凡事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为什么现在的天灾人祸这么多？那是因为现在的人心在变，人心变坏，上天就降下灾劫。所以你们要修心，把心修好，上天就不会把灾劫降在你们身上。只要你有修，你的家人就能平安。现在白羊末节年，修道较安全，三宝随身保平安，仙佛临身边，天榜挂好好姻缘，行功利的钱，日常生活来修炼，将来正品莲。人如果活得空虚没有意义，那是生命最大的失落，到时候最孤独的还是自己。人生没有永远的快乐，没有永远的幸福，但也没有永远的痛苦，只要你们懂得去利用生命。要珍惜现在还算是健康的时候，好好的修身养性，能做善事就多做善事。为什么要做善事？因为要了自己的罪过错。每个人的心里都在求平安，求快乐。大家心里都希望仙佛能够保佑他家里平安。其实，要是你们能多行善事，多做好事，自然暗中就会改变命运。既然大家都了解做人的意义在哪里，那么大家就要发心，好好的去实行哦。人活在这世间中，很难料定下一步会怎么变化，也就是说，没有什么安全感。但是，很庆幸的，今天你们已经有一个安全依靠了，那就是你们得了道，所以才会说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你们得了道，有了这个保障，就会有安全感，你们就要好好把握，去维护这个保障，也就是去行功利德，让你这条路走得更宽阔、更平坦。刷键者按一下，底下键盘空白键按一下，就会出现网址、信箱位置。